我哋每一盒嘅伴讀故事集都包含咗4類主要嘅教材。第一，有伴讀故事集簡介；第二，有伴讀圖書；第3，圖字卡；第4，工作紙。我哋嘅圖書係按年級分級設計，幼稚園每個級別有8本伴讀圖書，小學每個級別就有10本。而圖字卡同埋工作紙都係配合每一本故事書嘅內容設計，老師可以根據學生嘅學習程度，選擇合適嘅圖字卡同埋工作紙嚟教學。我哋都有提供線上嘅資源，包括電子書同埋相關嘅輔助教材。老師只需要到我哋嘅網站完成註冊，選擇老師嘅身份登入，就可以瀏覽同使用所有嘅電子圖書同埋電子教材啦。